唉，今日嚟同大家講解一下如何選購一隻萬年曆啊！就正如當日我去揀萬年曆嚟買呢，係點買呢？其實好簡單嘅，就係你去揾你嗰隻錶，咁你梗係喺個櫥窗度望到佢噶啦。咁當你喺個櫥窗度望到佢，例如呢隻咁講啊，咁你呢個櫥窗嘅距離，哇，有冇咁遠啊，大佬？Bloody hell！What the fuck！ 哇，遠得滯喎，真係 fucking bitch 啊！有冇咁遠呢？我想模擬翻當日我睇到隻錶個狀態，係咪咁呢？下一次就係咁啦。嗱，其實就好簡單，你要睇到佢當時報俾你嘅年月日時間咯。咁例如呢隻嗱，我而家望到佢左下角嗰個年份係2025年，緊緊睇到啦，係咪呢度2025年？跟住幾多月呢？就係6點鐘位呢個我睇到喎，JUN 6月，跟住幾多號呢？呢個啦，係咪11啊？係咯，嗰支針指住11啊嘛，6月11號 OK。跟住星期幾呢？左邊呢個盤 WED 喎，支針指住係嘛？Wednesday 咯 ，fine。咁呢隻錶有月相嘅，哇，月正當空喎，8月15啊，good 咯喎。跟住時間啦，你睇唔睇到幾多點啊？緊緊睇到2點2啊啦，兩支針差唔多搭埋，但係睇到2點2喎。咁最後一點啦，就係睇下隻錶有冇行。咁呢支錶咧，呢隻錶係有秒針嘅啦，停咗啦，支藍鋼指針。其實佢係好清晰咁，當時俾我睇到晒年月日星期，隔住個櫥窗喎，講緊幾尺喎，睇晒啲資料喎，咁就買咯，good。